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22日，星期三。英軍集團羅家瑞家族再度大舉掃貨，豪宅超過4370萬，入手日出康城喺荔灣多伙單位。自去年起，已經以16億買入134伙，呢個家族明顯對將軍澳區前景信心爆棚。分析嚟講，依區交通配套、區內發展日趨完善，預計短期內租金同樓價都有支持。市場人士估計，依類大手入市會帶動周邊二手盤跟住升。另一邊，啟德跑道區天璽天錄得二手大幅獲利個案，一伙高層兩房單位以1410萬沽出，原業主自住年半就賺近400萬，單位升值約40%。呢個成交反映啟德區二手市場開始反彈，新買家多數係內地客或者高財通人士，睇好區內基建如高鐵延線同商場落成，依類短炒獲利出現，證明樓市低位已過，買家開始敢落重注。仲有施永青都親身入市，以820萬購入漁涌太古城天生閣兩房。呢單交易唔單止俾市場信心，更顯示資深投資者對成熟屋苑嘅青睞。太古城作為港島東藍籌，租金回報穩定，加上商場同海景優勢，預計持貨後租金收入穩陣，長遠樓價仲有升值空間。轉嚟講下名人出貨，周潤發時隔16年賣樓，沽出西半山嘉景台單位，帳面賺足足3580萬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俾樓市添柴加火。發哥持貨耐性十足，由低位買入，等到高位套現。分析嚟講，西半山豪宅區供應有限，加上名人效應，依類成交會刺激同區其他業主跟風沽貨，但係同時新買家亦會蜂擁而至，推高二手叫價。雖然樓市回暖，但係仲有唔少蝕讓個案，例如西灣河嘉亨灣一伙兩房單位以985萬易手，原業主持貨8年，帳面蝕80萬，成交尺價約2萬。呢個反映部分業主急於套現，寧願蝕讓都走人。相反，荃灣麗城花園3房圖以870萬成交，單位期內急升逾2.2倍，原業主大賺。呢類長線持貨成功案例，證明揀南屋苑同買賣時機獲利空間巨大。麗城花園位置便利，近港鐵同商場，近年翻新後吸引力大增，成交量急升30%。再講大額獲利，陶傑沽博扶林碧瑤灣4房戶3198萬成交，持貨19年，淨賺1230萬。陶傑過去炒賣港九多個物業，有賺有蝕，但今次明顯係長線獲利。碧瑤灣屬低密度豪宅，景觀一流，加上南區生活質素高，依單成交俾市場見到，耐心投資者終於等到回報。中原數據顯示，首季新盤撻訂167宗，升8%，但預計全年減40%至550宗，樓市回穩跡象明顯。中原指原料撻訂高峰已過。世邦魏理仕預測，今年甲廈租金跌1至3成，核心區鋪租升5至7成。第一季回顧顯示，宏觀不穩，但地產穩住陣腳。整體嚟講，一手二手齊升，蝕讓盤減少，獲利盤增加，顯示市場築底反彈，投資者信心回歸。預計本週餘下日子交投會更旺，特別係啟德、將軍澳、西半山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。